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帶大家去睇一棟專為餐飲娛樂設計嘅銀座式商廈。呢一棟物業位於喺彌敦道575號，係旺角同油麻地核心嘅交匯點。佢鄰近油麻地港鐵站，講緊都只係2分鐘嘅步程，係人流暢旺嘅黃金地段。呢一棟銀座式商廈係喺2018年先至落成嘅，樓齡非常之新，仲係專為零售同餐飲設計。物業嘅間隔仲非常之方正，採用無柱位嘅設計，樓底特高，空間感十足啊！所以特別適合各類型餐飲進駐。物業盡鄰近多個大型購物商場，有年輕人最愛嘅潮流特區、龍豐藥妝旗艦店，仲有專賣潮牌潮物嘅兆萬中心。如果你哋都有興趣了解更多嘅，就快啲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嘅專業團隊啦！